台接受表扬。中心单位陈宝珠前贤，孝德单位苏美凤前贤，孝德单位陈红青梅前贤，孝德单位洛城明珠前贤，爱祥单位严桂花前贤。有哈到叫你到咱的名，那麻烦咱模范母亲来台顶。陈宝珠前贤，苏美凤前贤，周美凤，红青怀，陈明珠，兰桂花。哦，可以。现在在台上的这些模范母亲呢，是3代亲手家庭的模范母亲。这一个表扬的奖项，我们要恭请前人上